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7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9篇20到37节，历代志上卷14章第1到2节，使徒行传17章16到3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建造。我们有几次谈到建造，无论是圣殿的建造啊，或是最近谈到的约柜的建造，基路伯啦，用金包的啦哈。那牧师在过去一直在强调的、提醒的，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建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应当要将最好的献给上帝，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建筑物建造本身的信仰意义，否则的话就是失去了方向，而且可能完全的误导了。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在像类似中国传统这种闽南式的建筑，或是台湾早期的四合院、三合院的建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个条件呢，我们称之为风水。这个时期的建筑的风水，跟我们现在周遭的人在讲的，或是所谓的道士们，道教的这个人士，他们在谈的风水，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不考究原来的建筑意义，又加上一些所谓的宗教敛财行为，而造成对建筑意义的一个误解。传统建筑上我们所谈的风水，其实那个原则非常简单，就是风要通，水要流，而不是现在相命仙或是道教那个道士跟我们讲的这个什么方位啊、八卦啦、个人风水等等的这些如果基督徒在这个信仰的建造上面完全不去思考他的礼拜堂的或者说建造的意义，那么礼拜堂的建造不去思考这个意义的时候，也就很可能落入所谓的这种我们现代的风水说的污蔑。当我们提到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自己本身非常清楚，他自己的成功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因此大卫王他所得到各国的进贡，这些礼物、这些金银财宝，他就把它完全转来做敬拜上帝之用。大卫王他虽然先盖起了自己的殿宇，但是他一方面他也明白他所拥有的这个国度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允许、恩赐所建立的。也可以说，以色列的国度是上帝为大卫王所建立的国度。那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上帝国在地上的一个仪表。保罗在雅典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他看了满城的这个偶像，他心里非常的着急，非常的难过。从保罗自身的经验来看，他曾经在满城迷信的以弗所教会来传福音并且遭受到这个反抗，遇到极大的困难，甚至差一点丧命。因此他深刻的了解到这些偶像崇拜的人非常容易失去理智，或是很容易被操弄，因为他们对各种奇怪的学说啦，或是各种宗教都很有兴趣。特别是在雅典，它是一个哲学的中心，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地方的人民，他们对各种的宗教有深厚的兴趣，就如同台湾民间宗教的信仰的人一样。基本上呢，不但是多神的崇拜，甚至有一句话这么说，就是说多拜多保佑，有这样的文化就很容易去接触其他人家说哪一个神明比较好啊，然后怎样啊，就跟人家台湾话讲的亚优对摆
甚至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个保罗呢，在雅典看到一座祭坛，那上面刻着一个碑文，叫做献给不认识的神。这就如同台湾的一贯道一样，他们祭拜各样的神明，各宗教的神明，甚至连耶稣都在里面。这样的宗教建造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却在传耶稣。他们对耶稣所传的信仰与福音不了解，他们在教导的他们信众的这些事情上面，基本上就已经是误差不正确的了。这样建立在这种错误的宗教崇拜的基础上面，这是很有问题的。保罗在看到这个碑文的时候，有机会他就跟雅典的人民提到，他说：雅典的居民啊，我知道你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热心。我在城里到处走动，观看你们崇拜的场所，竟发现有一座祭坛，上面刻着献给不认识的神。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位你们不认识却在敬拜他的神。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乃是天地的主。他不再住在人建造的殿宇，也不需要人的任何供奉，因此他自己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了人类。他从一个人造出万族，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了年限和居住的疆界。这样做是要他们寻求上帝，或者能够在摸索当中找到他。其实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相距不远。有人说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又如你们当中有某些人说我们也是他的儿女。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幻想上帝的本性是可以用人的技巧，用金银或石头所雕刻偶像来比拟的。当人类处在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不加深究，但现在他命令全人类要离弃邪恶的道路，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人，用公义审判全世界。由于使这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凭据赐给了全人类。所以我们从保罗对雅典人所说的这一番话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提醒，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必须被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面。正如同保罗他对雅典人所提到的，上帝不追究，上帝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殿宇里面，我们也不需要用金银宝石去弄个偶像去说这个就是上帝。上帝不住在我们所建造的殿宇，但是殿宇的建造是我们这个说圣殿啊，或是会堂啊，或是礼拜堂这个硬体的建造其实很重要，是人建立人跟上帝的关系，人跟人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的圣殿礼拜堂的建造只在乎采用了极高级的建材和宝石、黄金，但却没有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没有跟人有好的关系，那么这个华丽的圣殿建筑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殿宇？我们要建造什么？硬体的圣殿非常重要，但是信仰的圣殿的建造呢，当然重要。保罗曾经在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书信里面，他这样提到，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6章19节。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因为有上帝在里面，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真的愿主帮助我们有非常好的信仰建造，而且跟他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